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冥想頻道。姐姐心靈燈塔物語，我係姐姐 Pinster。今日我哋將進行一個10分鐘靈性森林浮光之旅。請揾一個安靜嘅位置坐低或者瞓低。閉上眼睛，讓身體完全放鬆，深深咁吸氣，慢慢咁呼氣。感受空氣穿過鼻尖，流入胸腔，然後溫柔咁離開。喺心裏邊想象你走入一片神秘嘅森林，藍綠色嘅光芒喺樹葉間閃爍，空氣中彌漫住水晶般嘅清新能量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森林嘅能量進入你嘅身體。呼氣嘅時候，釋放所有緊張同埋煩擾。你睇見透明嘅蝴蝶喺你周圍飛舞，佢哋係光嘅使者，帶嚟平靜同埋祝福。你感受到地面上嘅水晶與發光植物喺度輕輕咁震動，與你嘅心跳同步。而家，想象你嘅身體慢慢地浮起嚟，好似羽毛咁輕盈。
吸氣，呼氣。你漂浮喺森林之上，感受到宇宙嘅寧靜與智慧。你嘅頭髮隨風飄動，心中充滿安詳與自由。喺呢片寧靜中，你開始聽見自己內在嘅聲音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你靈魂光芒喺胸口綻放。呼氣嘅時候，讓呢一個光芒擴散到你嘅全個身體。你唔再只係一個身體，而係一道純粹嘅能量，與大自然合二為一。慢慢咁，你開始回到地面，回到此時此刻。吸氣，呼氣，感謝呢一段旅程，感謝自己願意停落嚟與你嘅內在對話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輕輕咁張開眼睛，帶住寧靜與光芒回到呢個世界。